如果追求環境，咁呢度呢唔會係你杯茶，但如果追求食材品質同味道，呢度呢會係我誠意推薦俾大家嚟試試嘅地方。呢餐7個人合共消費972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江莊園 Theo。下午去咗轉天河啊，路過正街呢，仲見到呢隻超巨大嘅黃路飛。雖然呢我係卓樂嘅粉絲，但呢都係忍唔住影咗下。今日嘅晚餐咧就比較晚嘅，路過玫瑰園附近，大佬冇忍住啊，決定咧食翻個雞蛋仔墊肚。都怪呢間店嘅營業時間太晏啦，要到8點半先開始營業。冇錯啊，今日呢一期咧其實係群友開嘅鋪頭，藏身昌和美食之內嘅輝記燒烤。嚴格嚟講，呢個咧應該算係唔願意透露姓名嘅變態群友純牛奶嘅副業啊！因為呢間咧昌和美食其實咧係佢哋屋企噶，而佢負責嘅咧唔單止係每日嘅採購工作，仲要配設啊，間唔中咧仲要兼職一下炒鑊。所以咧，對於挑選菜市場嘅食材同埋將啲嘢煮熟呢件事咧，我係從來都冇懷疑過噶。為咗認認真真祝賀一下輝記燒烤重新開業，我特登約埋幾個群友同埋一對 Chewy 嘅熟客抗禮，並且提前預訂好咗食材啊！脆皮蒜香雞中翼呢個呢，算係我心目中輝記燒烤嘅最新招牌菜啦。雞翼個頭唔細噶，12蚊2隻，定價相當良心。拎喺手入邊就可以感覺到有陣陣嘅香氣撲鼻而嚟，係蒜香同埋雞皮油脂混合之後嘅獨特香氣，十分誘人噶。一啖咬落去，輕微焦殼嘅雞皮呢，從原本緊緻嘅狀態被破開，係可以感覺到有汁水呢喺入邊逼出嚟噶。呢個呢，就係雞皮唔劃花刀嘅好處啦，汁水保留得非常好，而且肉嘅狀態呢一啲都唔乾柴，始終保持住嫩滑多汁。不過呢，就係有啲費事，畢竟呢啲火呢唔可以太旺盛，如果唔係外邊變炭，入邊都未熟啊。簡單嘅蒜同埋鹽配合雞皮自身嘅油脂，就已經係最好嘅調味啦，唔會過於花哨，多食幾嚿呢都唔會漏，我強烈推薦啦。鰻魚今次大意咗，唔記得同佢講唔好醬烤，一定要鹽烤啊！畢竟咧，我係知道噶，呢啲鰻魚咧係每日新鮮到貨，唔係嗰啲成品凍貨，唔需要靠嗰啲厚重飽膩嘅醬汁去遮蓋啲冰霜味啊！新鮮食材鹽烤先係王道。鰻魚嘅表皮咧有住唔錯嘅脆感，魚肉咧都相當脆噶，8個半一寸嘅定價，我認為咧係相當良心噶，值得一試。鰻魚乾雖然咧唔係啲咩高檔食材，但一條魚就得一塊乾，主打嘅咧係稀缺性啊，而且佢都有住我中意嘅魚類內臟嘅油脂味。不過同樣都大意咗噶，唔記得要求鹽烤，又整咗醬烤，飽膩嘅醬汁十分影響鰻魚乾自身嘅肥美滋味，下次一定要求鹽烤。安格斯眼肉側唇同埋安格斯牛肋條，其實呢兩道先係輝記燒烤最先被我所推薦嘅菜式。呢啲安格斯嘅牛肉味呢，唔係嗰啲浸過藥水嘅牛肉粒凍品可以比味噶。對於呢兩款肉嘅選品呢，純牛奶係有認真挑選過噶，佢都因此呢交咗唔少學費，仲揾過我傾咗好多嘢噶。我呢都俾咗少少建議。就我個人而言，我係中意呢眼肉側唇呢個部位多啲噶。牛肉嘅奶香味更濃，油脂香氣更足，肉嘅口感呢更加嫩。但唯一缺點呢，就係食多咗呢真係好鬼流噶。適當呢配翻啲山葵，可以緩解油膩感，仲可以提供輕微嘅辛辣增鮮添。油脂感越重嘅食材越適合咧搭配山葵，定律嚟噶。注意啊，有呢個功效嘅咧係山葵，而唔係咧嗰啲好攻鼻嘅芥辣啊。相對嚟講，牛肋條嘅油脂感咧會輕啲，肉嘅嚼頭咧會勁少少，更加有食肉嘅快感。可能我真係食太多次啦，對我嚟講衝擊力咧已經冇當初咁勁。但我相信啦，用呢個價格食到呢個品質嘅安格斯，對絕大多數嘅人嚟講係不曾有過嘅體驗，依然值得我強烈推薦啦。呢度啲豬咧都幾好食噶，中意油脂感同埋焦香嘅咧可以試試豬頸肉。好似我一樣中意食豬肉但唔似豬肉嘅話咧，可以試一試豬面肉噶。我相信如果唔講，好多人咧都會覺得自己喺度食緊牛展嘅啫。中意油脂香同埋少少嚼頭嘅話咧，可以試一試豬鼻筋噶。呢啲咧係鮮貨嚟噶，口感同奶香味咧都係嗰啲凍貨唔可以比味噶。以上3款咧我都推薦鹽烤，配合咧原本已經提前醃製入味嘅蒜香味，真係好鬼夾噶。今次咧仲搞一啲非常規食材，魚油香氣爆炸，肉質細嫩嘅泥鯭。
純牛奶咧缺乏經驗，燒燶咗嘅綠頭鮑魚，中規中矩嘅鹽烤12頭羅氏蝦，其中咧我最為推薦嘅咧必須係呢一個養殖嘅泥鯭啊，每一條都脹卜卜，相當肥美，我強烈推薦啦！呢餐7個人合共消費972。有一句講句，其實咧呢間店我之前咧就發過噶啦，只不過當時咧覺得佢單純就係玩玩下嘅啫，出品咧並唔算好穩定。睽違一段時間之後重新出發嘅佢咧，係有令我感覺出嚟啊，佢係好想認真將呢個副業發展成事業噶。如果追求環境，咁呢度咧唔會係你杯茶；但如果追求食材品質同味道，呢度咧會係我誠意推薦俾大家嚟試試嘅地方。或者而家咧太多人點餐嘅話，出餐速度咧間唔中會有啲慢，仲可能會有啲亂添，部分菜式仲需要再打磨。但我見到嘅係佢有喺度認真做調整嘅，細心聽取意見，努力嘅年輕人認真咁追逐自己嘅事業，仲有啲咩比呢個更加值得我強烈推薦啦？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